小米同媽媽喺超級市場買嘢，小米見到好多蘋果，好開心啊！媽媽話：今日我哋學個字，個左邊係就係人，個係一個量詞，用嚟數人同數物，例如一個人，一個蘋果。媽媽話：我哋可以用個嚟數嘢。例如一個蘋果，兩個橙。小朋友，你試下用手指數一數。小米大聲話：我要買3個蘋果。媽媽笑住點頭，話：講得啱。媽媽話：個字仲可以用喺人身上，例如一個小朋友。小米話：原來個字好易用。數人數物都得，左邊係人，記住用個嚟數嘢，好記。記住啦，左邊係人，個就係用嚟數人同物。拜拜，下次見。